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3月23，旧历的2月30，礼拜一。新北市长侯友宜昨暝伫警力的配合之下，到 KTV 等等的娱乐场所来稽查。市长讲，若清早发现居家检疫也是隔离的民众有违反规定者，一定重罚100万。卫福部嘛来公布着裁罚的标准，请民众唔通违法。 新北市市长侯友宜甲相关局处首长，也有警政署署长陈家钦，以及内政部处长陈宗彦，到新北市板桥的娱乐场所清查勤务。万一有一个在你这边发生的事情，看你那个店不要做。 最近真侪美国、欧洲民众回国，为着避免防疫破口，针对人潮组织的娱乐场所进行公安稽查。除了一开始测量体温，也有消毒清洁，嘛要求大家爱挂嘴啊，保持距离，避免接触感染。同时嘛强调，居家检疫或者是隔离的民众，若是违反规定外出，一定重罚。尤其又是人潮多的地方，被逮到了，我们不客气，违禁重罚。 而且罚最高的100万。卫福部嘛公布裁罚的基准，居家检疫者随便离开厝，若是2点钟以内罚10万，2点钟以上到6点钟罚20万，6点钟到1天是罚30万，1天以上到3天是罚60万，3天以上的重罚100万。第二次违规者是强制安置。另外，居家隔离者随便离开厝，2点钟以内罚20万，2点钟到6点钟30万，6点钟到1天是罚50万，1天到3天是罚70万，3天以上就重罚100万，而且还会强制安置，用罚款来提醒民众防疫期间唔通违反规定，嘛希望大家互相体谅包容，共度难关。